哎！你哎，你过马路不看红绿灯的？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当小孩吗？哎你爱有不要？我还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撞人家走啊！哎，你别走，你撞人家！这就是你急忙把我叫回来的原因。你妈妈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也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工作。我呢，到这个年龄，也该享受自己的新生活了。得了吧，你也就只给我学费，平时也没怎么见你照顾我的生活，还在这里假惺惺装清高。你个臭小子，还真是翅膀硬了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这要是我没在外面做生意，还怎么把你养活大的？是，知道了吧？爸，你可真有福气，阿姨把这打理得这么好。你阿姨啊，把我照顾的也非常好。明天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，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嗯。对了，你阿姨有个儿子，虽然比你小几岁啊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以后成为好朋友。行。好，走。儿子，来，这是你阿姨。阿姨好。你就是沈南啊？啊，随便坐，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里啊。好。来，怎么是你？你谁啊？啊，沈南，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儿子石温。以后啊，你们俩就是好朋友、好兄弟，相互啊多照顾啊。装了人不想认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明天晚上家宴，家里会很忙，请了很多亲戚朋友。你是哥哥，倒是多帮助弟弟石温。放心吧，阿姨。你好，弟弟。我叫沈南。谁是你弟弟啊？别来沾边儿。感谢各位啊！来喝。结婚快乐，结婚好，快乐！感谢。坐啊，多吃多喝啊！师长，各位阿姨，各位长辈们，这是我弟弟顾时温。哎呦，还真没看出来嘞，你们俩兄弟关系真不错啊。那当然，我可疼他了。来，叫人歌厅。才不叫！大家都等着呢。叫吧，叫啊！家人，都是家人啊！叫！哥，这就对了嘛。石温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南这孩子啊，一看性格啊，真不错。你们两个啊，要好好相处啊。放心吧，我这个做哥哥的肯定会罩着你这个做弟弟的。这就对了嘛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对。不好意思的。来，哥，
多吃点。天气热，多吃点辣椒，能驱寒，败火。来，多吃点。再来一勺这个，干杯，哥。儿子，我和你阿姨出去度蜜月了，你和诗文好好相处啊。真拿你们没办法。我今天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，咖啡店就交给你来打理了啊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哪。发位置吧。俺娘嘞，这店刚好看嘞。确实不错啊。哎呀，看看吧。你好，两位，喝点什么？俺要一杯冰拿铁，加奶加糖。好。俺要一杯热美式吧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那个别加糖了啊！俺想起来，俺要减肥。好，明白。还有，我带了这个好卡哇伊的杯子，你试着我就装吧。行。哎，等等，奶也不要了。我想起来，我有点乳糖不耐受。了解。要不冰也不要了，这毕竟……我看你要不咖啡也不要了。也行，那上一杯水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杯子的材质对热水温度有没有要求啊？啊，没有啊，100度以内的都是可以的。好的，两位稍等。你好，您的白开水，你的热美式。烫上我了！我感觉你这温度有点高啊！你把我杯子烫坏了。所以我刚才问您，您这个杯子能承受多少温度？这个热美式的温度是80度到90度。不对哈，不对，你就是把我杯子烫坏了。你看，这还有裂缝，看到吗？这咖啡都漏出来了。你赔。哎呀，还真有裂缝，赔吧。我刚才问过您了，您说这个杯子没问题，我才去给您做的咖啡。然后您现在说这个杯子……态度你啊！我投诉你啊！你服务态度就是不好。我刚才要点咖啡，就给我上了一杯水。对。你俩搁这儿一唱一和的，我看你们不是来喝咖啡的，你们是来捣乱的吧？我们不喝了。你什么服务态度你？哎，不对，你们还没付钱呢。顾世文，你说今天下午那2个人是不是你故意找来整我的？哎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小小年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，心眼咋这么坏呢？顾世文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顾世文。顾世温，发烧了。我是故意的，不要打妈妈。别走。
不走。我不走。不走。还烧着呢。不行，我得带你去医院。别着急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医生，医生，他发烧了，快给他看看。快进来吧。医生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这个是牙龈发炎引起的高烧，先输点液退烧吧。我去给你们开点消炎药。行，好了叫我一声啊。嗯。水，想喝水。烫呀？太烫了。可以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关键时刻，还得靠我这个胳膊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尿急。让水喝多了吧？走吧，我也帮你。你怎么帮我呀？要不你还是出去吧，你站着你尿不出来。那这个点滴瓶怎么办？我站这儿。你出去，你出去。哎，你再往前一点，你不许偷看啊！都男的有什么好看？谁稀得看啊？昨天晚上谢谢你啊。谢我倒不必了，你要是真想谢谢我，你就请我吃顿饭吧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你说不要欺负我妈妈，你是小时候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吗？哦，
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会照顾人，不像是第一次，平时没少处对象吧？你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啊？牙医啊，我平时要照顾很多病人的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哦，来了，刚好给你准备了3菜1汤，慢慢吃啊。用筷子。知道了。哎，石万，这沈南对你怎么样呀？其实他人还挺好的。你们俩才相处几天啊，你就对他改观了？算是吧。昨天我不生病，牙疼，然后发烧去了医院嘛，他陪了我一晚上。那你现在没事了？没事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呀，这沈南对你这么好，不错。来吧，喝一个吧，不然你也好了。哎，来，哎，干杯！干杯！江雅，来吧。干杯！顾时温，你现在在输液吃消炎药，不能喝酒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喝一点，没事。顾时温，吃了消炎药再喝酒是会要命的，这一点常识你都不知道吗？哎，你对石文这么凶干什么？信不信我找人揍你啊？怎么是你？别说我哥，否则我也……哦，原来那天在咖啡店捣乱的就是你俩呀！原来你们仨是一伙的是吧？都是朋友，都是朋友。那个没事，沈南，咱们出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干嘛管我喝酒啊？我又没让你管。因为我想管你啊，要不是怕你出事儿，爸肯定会骂我的。咱俩什么关系啊？你管我？我是你哥。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。哎，哥，我妈好不容易蜜月旅行，我想让她玩的开心点。别打，哥。这才乖嘛，听哥的，不能喝酒啊，不能喝酒。干杯！叹什么气啊？因为我瞒着我爸爸，说我是休假了。其实，沈南，为什么要这么治疗？院长，我作为他的主治医生，我最了解他的经济情况，我给他设计的方案是最适合他的方案。你在教我做事儿？我才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怎么治疗我说了算。您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医生，不以患者健康和经济为重，整天推荐一些自费项目，收取高额费用，收割他们的韭菜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医生，大众才天天躲到牙科过度治疗。你说够了没啊？还敢顶撞我？你是不想在这干了是吧？老子他妈还真就不干了。这么说，这个院长也太过分了，真缺德。对呀，还真缺德。哎，喝酒。
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来，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暖胃汤，看合不合适。行啊，还会做饭呢，让我好好尝一尝。哎，不错哎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在家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我哥把我照顾的还不错，你们好好玩。儿子，你们相处好，妈就放心了。我们过几天就回来。好。沈南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医院上班啊？我们担心你啊，这一时请假会影响工作。哎呀，爸，最近我们医院不忙，所以我就调休了一下，没问题的。好吧，儿子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压力和辛苦，但记住啊，这身体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爸，你跟阿姨玩开心，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我来给你盛一碗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。给你来块肉，来。许多事情不愿忘记，也从来不轻易想起。毕竟以前亲密无间，你是不是还没走远？某个时空，期待又重逢，我还是原来那个我。那些曾经还没过去，我一直停留在原地，想回到过去来拥抱你，不愿回忆变成一场游戏，彼此都会有一双不流泪的眼睛，找寻我们存在过那些痕迹。欢迎欢迎。房东啊，咱们准备开始了。如果有任何不适，请随时告诉我。嗯，好的。他真的是那么认真，那么专业。
天我提议为沈南的决定喝彩，从此以后咱们小镇上就多了一位卓越的牙医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顾主任，你现在还不能喝酒了。哎，今天这么开心，我就喝一点点，就一口。不行。今天这么开心，我就喝一点，就一口。不行，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我替你喝。你俩别胡说啊，我哪有这个？15、20没有，15、20、15、20、20。不知为何，每次看着石温，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才乖嘛，听哥的，不能喝酒啊，不能喝酒。15、20、15、20、20。你出的是什么？这是15、20没有，15、20、20，15、20、20。我又输了。沈南，想什么呢？走神了，走神了。只是走神啊？来呀，继续啊，想什么呢？啊，好，15、20没有，15、20、15，15、20、15，15、20没有。喜欢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送我的吗？喜欢吗？你是问喜欢这个礼物吗？那不然我问你什么？喜欢你送我的礼物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画画，加油！哟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居然会给画上颜色了，关键是你分得清红绿了。这不是你之前一直想买的颜料吗？谁送的？该不会是你哪个小粉丝送的吧？沈南送的。哟，这送个礼物而已，怎么啦？心动啦？心动？你说心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心动，心动就是你见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脸红、心跳加快；不见他的时候，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想他。老板呀，大给票去啊！走吧，走走。啊，师文，想什么呢？不管你想什么啊，想什么就去做吧。我本来就有红绿色盲症，再加上他也只是因为工作不顺才来到镇上工作。之后等他好起来，他终究还是要离开这里。
想做什么就去做。你好，弟弟。我叫沈南。别走。不走。时时刻刻都不会放手。I want to kiss you, I can't wait to embrace again， 长长久久在你的身后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有你就够。沈南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约你在车站见面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相片中的回忆，无法触及的你，再见，像是个谜。舒恩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啊？舒恩，别动！说完怎么样了？这怎么样？林先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是吧？是吧？
是我，不是的。打我的手，是我。在这儿，说，是我接电话，接电话。舒文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对啊，现在怎么是6月份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妹妹，可可好像把你手表给撞坏了，时间不准了，改天赔给你。这时间明明是准的。我错了，你好吗？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谁呀？我们是认识吗？是我呀！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来我们这儿的客人可能太多了，一时把你忘了。我不是客人，我是沈南呐！我之前一直都是。这上面之前不是山水画，这一直是素描精物啊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要不我给你叫医生。时间回到了3个月前。那时间重置了。神经病吧？张一林，你好，桌上扫码点餐。依林，我呀，瞧这么亲密，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啊。我沈南，什么东南西南？我跟你说啊，吃饭可以，骚扰店主，小心我把你打得找不到人。怎么大家都不记得我了？哎，算了，那你给我来份炒饭吧。哦，对了，再给我加2个蛋。来份蛋炒饭，加2个蛋。喂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你又不舍得喝，我来替你喝。好，你这个偷窥狂，敢偷窥我，给我收下！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神经病！
是谁？你不用知道，是电子能量项链把你带回了3个月前。时间重置，你所接触的事物都会因此发生变化。蝴蝶效应将引发不可设想的后果。什么后果？你不用知道。一旦强行改变结局，否则什么？你说呀，否则什么？你说呀。这关键时刻你不说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哎，你们俩慢点儿。十妹，你刚那句跑调了，你听见没？所以说，今天上午那个人不是咱们小镇上的，肯定不是啊！这小镇哪有我不认识的人？那万一是游客呢？哎呀，管他谁呢？爱谁谁。哎，谁呀？我好像听见里边有动静。该不会进贼了吧？哎，不能，我走的时候已经锁好门。别打！是我，冷静。外面下雨了，我只是找个地儿避雨。我看石文没在，我就只好自己先进来了。那你怎么会有我咖啡店的钥匙？我不小心捡到了，那还给你。别相信他，哥，石文，咱报警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说，我真报警了。你先把这个放下，我说，其实我失业了，我想在咖啡店打工，只要能找个暂时住的地方就行。打工？你半夜过来找工作啊？别相信他。我真不是坏人，我可以把身份证抵押给你们。沈南。咱们能相信他吗？我真不是骗子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我妈不在，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免费干活还不用给钱，好像没有理由拒绝，而且看他那样，还怪可怜的。你可以留在这儿，但是身份证得扣下。拿洗面奶。你怎么熟悉我东西放在哪儿啊？我昨天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。那你来这敲门啊？我以前都不需要敲门，我现在需要敲门吗？以前？没什么，我去给你拿牙膏。不用，你快出去，出去！天哪，他之前不是说挺爱干净的吗？
真乱呐！到处都是。喂，干嘛随便进我房间乱碰东西啊？你房间这么乱，我好心帮你收拾一下。我不喜欢陌生人进我房间，以后除了楼下咖啡厅和民宿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。放下，出去！看好了，首先呢，把牛奶注入咖啡，细水流注入，然后混合50%到60%之间，从中间的位置向两边靠外持续注奶，最后呢，拉高收尾，这样呢就能做出最基本的爱心图案了。学会了吗？试试。我来试试。还挺厉害的，你还挺有天赋的。之前有人教过我，他教的很好。那我教你做甜点吧。甜点我也会，提拉米苏我也会。这些不都是我店里有吗？是还不错哈。挺不错的。那当然，招到我，你可算捡到宝。还行吧。那正好，今天店呢就交给你了，我休息一天。你俩陪我出去画画。说他能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看他对石文也挺好的。哎，走吧，画画去吧。哎呀，走啦！这不是我吗？他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他这应该还不认识我呀？难道他想起我了？说了，这个是你给我画的肖像啊？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画的吗？还真和你一模一样，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画过你了。你再想想，你的记忆中是不是有我的身影？我的记忆中，该有你的身影吗？当然不该。我们之前并不认识。这幅画明显就是咱们认识之前画的呀，难道他们有关于我的记忆，只是暂时遗忘了？你们没必要看这么仔细吧？这一看就是我呀！哎，不，你看，这一点就不一样，你的喉结要大一点。对呀，你看，你这眼角有细纹，这画里就没有。哎，算了，这个世界上有你们兄妹二人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了。是
石温也不打算画画了，这可能是他以前随手画的，只是和你相像而已。为什么不画了？他说他不喜欢画画，平时画画也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。老板，来人了，我接待你。不对，他的梦想一直都是画画。江一林，帮我一个忙，城内有一场大型的绘画比赛，但是现在报名已经截止。听说你认识主办方的人，你帮我搞一张彩彩卡。我凭什么帮你啊？不是帮我，是帮史温。你不想帮他实现梦想？哎，我说你一个员工对石温这么好，该不会有什么目的吧？你帮不帮？不帮。你左边屁股上有一颗痣，你的微信支付密码是3个6、3个8。你喜欢你们小镇上3个跳舞的女孩，但是只有1个女孩理你。平时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石温告诉你的。帮不帮？帮不帮啊？帮。石温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绘画比赛报名表啊！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。你要这个干什么？你的梦想不是画画吗？所以我就替你。谁告诉你我的梦想是画画了？我，沈南，你问过我吗？你别自以为是了，行吗？我只是想帮你实现梦想而已。这个比赛是著名的绘画比赛。你如果成功，你的作品一定会被更多人看到的。谁告诉你我梦想是当画家了？画画是你的梦想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有错吗？是梦想也和你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一个员工，你凭什么来干涉我？那个绘画比赛之前如果想报名，我早就报名了。别自以为是。李楠，我们不过认识2个月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人生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情绪，我只是什么只是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帮助我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根本不可能成为画家，我连最基本的颜色都分不清楚。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名画家？
喝杯蜂蜜水吧。儿子，来，喝杯蜂蜜水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没事，突然想到我妈。为什么？我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妈也会给我准备蜂蜜水。你能告诉我，你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哎呀，其实呀，你不说也没关系的。毕竟，我只是一个员工，就是那种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员工。唉，其实我是色盲。色盲？你怎么会是？我爸打的。我喝不喝酒，用不着你管。师温还在午睡，你声音小点儿。你天天这样喝酒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敢跟老子这样讲话啊？爸爸，不要打妈妈！志文，志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他可是你儿子。你们两个废物！今天早上，老子打死你！不要！不要！爸爸，不要打我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所以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的视觉神经就受损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辨清红绿的颜色，更何况是画画。所以，谢谢你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希望这些颜色能让史文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。这些花怎么都变颜色了？你来了，喜欢吗？这是我给你的惊喜。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颜色了。我特意为了医生找到了这些色纸，虽然都是假的，但是我想让你重新想起它们的颜色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我想让你开心一点。你好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你们这些花怎么都长得这么奇怪？确实啊，这些是我们店的特色。画的真好，果然有规划的。吴叔，我刚起个形，还没开始画。是吗？我怎么感觉画的很好呢？你能帮我拿杯水吗？你刚才不是喝过了吗？今天不画了。好呀，那我带你去采风。那，你带路吧。石湾，你帮我拍张照。好。这不是恩雅的相机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好，之前他想让我帮他拍照，所以就放我这儿了。我给你拍。好，让我给你摆个姿势。天哪，这……石文，你看那片稻田，你感受到它的颜色了吗？嗯，绿色的稻田，蓝色的天空。还有，还有什么？走，咱去那边拍。藏不住的喜欢，忙着慌张，不敢声张。是否你也像我这样想？推我啊！好了啊！时时刻刻都不会放手。哦，嘿！ I can't wait to embrace again， 长长久久在你的身后。这次换我先回头。咱们去拍照吧。好啊。那你去江边路拍那个。好。沈南，谢谢你，我这几天真的很开心。只要你开心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啊？没什么，咱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走。 啊！现在是红灯。我这些年都这么过的，没事儿的。顾时温，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分清红绿灯，一定要仔细看。嗯，知道了。
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以前检查过了，根本没有办法恢复了。哎呀，试试呗，万一呢？我联系了个国外眼科医生，他说得拍片子寄过去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已经适应这么多年了。再说，咖啡店和民宿每天那么忙，需要我打理，我哪有时间画画啊？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画。哎呀，好了，快走吧，回吃饭好吧？走走走走。你看你这个表情，之前让你配你不配。这个是我专门托国外医生朋友给你特意定制的，有了它，你就能更好辨认色彩，以后就能一直画画了。沈楠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如果我说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，你信吗？可是，这明显超出了朋友的范畴。那我现在告诉你。时时刻刻都不会放手。手很脏。啊！我之前有个弟弟，他也喜欢画画，只是后来出了意外，就没有机会再继续画了。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总能想起他，和对他有遗憾，所以我就想在你这儿弥补这个遗憾。那得换作你谢谢我喽。没想到你脸皮还挺厚，啊？看了这么久，眼睛不累啊？该休息一会儿了。干嘛？躺下。让我来给你按摩。舒服吗？是挺舒服的，就是快要把我眼睛戳瞎了。这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给我拿着手机吧，我来看着这个教学来啊。躺下，我这一次一定要给你按得很好。沈楠，你这么认真，我都不好意思不给你涨工资了。我不要工资，只要你能答应我参加画画比赛。可是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。一场比赛而已，就算输了也没事啊，主要是累积经验。咱们有了这个眼镜啊，一辈子都可以画。但是咱们需要迈出那一步，不是吗？
不想去啊？没事儿，没关系的，咱们就在这做咖啡好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咱们还能做60年的咖啡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做咖啡啊？我现在只是暂时帮我妈妈看店而已。那你想干什么？那看来这个眼镜也用不上。我当时可是托了好多的关系才买到它的。你说我要是把它卖了，能卖多少钱？我去还不行吗？沈南，哪有送人还要回去的道理？你快点给我，沈南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咖啡送到了，你们谁点一下货？我去吧。诗文，你这画的越来越好了。好啊，诗文，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大，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偷偷练的呀？哎呀，哥，是你不知道了吧？之前石文的好多素描画都被人临摹呢。那我们以后要和大艺术家做朋友了。以后你们吃饭呀，直接免费。下次到饭店里，我多拍几张照片，指不定以后有粉丝慕名而来，那我的饭店岂不是也要火了？大哥，你就别抬举我了，比我厉害的人太多了。你要是真是我朋友，以后我去你饭店，你给我打个折就行了。哎，沈南，那我们的石温以后你就要多多照顾喽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去吃饭。走吧。吃饭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1周就要参加比赛了，我想多练习练习。顾时温，喂，时温，你的画入围了啊！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不会被选上呢。等我回去给你庆祝一下。哟，石温，哎，这不是咱们班上之前那个色盲吗？竟然入选了！入选了！这画跟鬼一样，还自称是画家。嘿，就这水平，还敢参加比赛啊？是，哎，他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色盲啊？喂，看来就是你们几个，之前没少欺负石温是吧？谁呀？看你怎么的！过来，小子，你找死吧！敢在我们的地盘上撒野！顾时温的事情，就是我的事情。今天晚上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啊。哎，话说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那卖鱼大不是，我刚才差点跟卖鱼的大爷干起来。我去菜市场买一条鱼，他给了我一条死鱼，那我能愿意他吗？那他非说那条鱼是活鱼，我说那都已经翻肚皮了。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没干嘛呀，没干嘛，你这嘴角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真跟卖鱼大爷打起来了？没有，我怎么能跟卖鱼大爷打起来呢？怎么？你怎么这么担心我呀？我关心你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再说哪有地板把嘴角能磕成这样的呀？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算工伤。小小年纪怎么跟个资本家似的，说话这么欠儿？
应该够吧？他们应该也准备挺多。10万，恭喜你啊，大画家！不是说不让买吗？好吃吗？喜欢吧？先放地上啊。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？沈南，你这脸上的伤怎么跟我哥的？猫抓在哪呢？啊？沈南，你不是跟我说跟鳗鱼大爷打架吗？怎么又变成被猫抓的了？江一莲啊，哥，怎么回事？其实是这样啊，沈南听到有人背后说你坏话，这心里实在是不舒服，这结果就……行了，都过去了，还说啥？所以，你这样是为了我呀？对啊，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我们肯定揍他呀。那这样我这没关系，这该揍的人都已经揍了，还聊这些干嘛？咱们吃火锅，别让这些热气全都散了，好吗？来吧，大家先吃饭，让我们一起祝贺石温大画家。来，干杯！快吃吧，快吃吧，我都饿死了。丸子熟了，吃吧。哦，看老酒了。抓一下。熟了。哎，慢点儿，我没醉，我能走。江一林不能喝，还说喝死我。对，你最能喝。石温大画家是最厉害的。慢点，马上到了。没醉，我能走。小心点。还疼吗？不疼。我从小跟别人打架，这不算什么。走。沈南，小时候我被人欺负，我总希望我爸爸能剃不出头，但是没想到今天是你给我出的头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沈南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总对我这么好？你好的让我觉得，我们不只是朋友这么简单。石文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清楚的很。沈南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？是啊，我说过了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弟弟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沈南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石文，我知道那天你想做什么。长长久久在你的身后，这次换
跟你说，他这个民宿装修的特别好，真的他们做的咖啡特别好喝。顾时温，他居然会开咖啡店，不信啊？时温，你看谁来了？杜泽呀！老同学，真的是你呀！依你跟我说你在这儿开咖啡店，我都不信的。天哪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变化也太大了吧？我是在江边碰到他的，听说他要住宿，我就把他给带过来了。顾时温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那么可爱。真是好久没见的朋友啊，这么热闹。哦，对了，沈南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杜泽啊，杜泽，这是沈南，我的好友兼哥哥。哥哥，哦，你好，我是顾时温的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、才高八斗、貌似潘安，高中最好的同学，杜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时温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次班级郊游，我差点成为了探险家，最后还是你英雄救美男。我当然记得了，那次可把我吓坏了，生怕你有什么闪失呢。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啊，可太多了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篮球比赛，咱班落后2分，时间就剩3秒了。时温传给你，你一个底角3分，当时我心脏都快骤停了。最后哨响，球进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没有你啊，咱班拿不下冠军呢。那球能进，全靠时温，他总能传到最舒适的接触点，这叫做默契。那个沈南打球也非常厉害，哎，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切磋切磋。也有机会的，就现在吧。今天不太合适吧？你先坐下，我们改天。对，改天吧，改天。哎，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买了个小狗，寝室阿姨不让我养，我就让江一林帮我藏起来带进寝室了。我好一个藏，生怕寝室阿姨发现了。哎，那只狗咬了我，不止咬了你，而且拉了你床呢。那没办法，我还能放哪？你告诉我是不是？哎，别走呀，我给你们变魔术。好啊，变魔术。我会把它变消失。还在啊，还在啊。嘿，还在。还在。嘿嘿嘿。你藏哪儿去了？哎，真没了，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在哪儿呢？别动啊！你怎么配了个奶粉勺出来呀？能不能教教我？对不起。没事，不好意思。打了咖啡而已，没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我重新给你调一杯？哦，不用，没事的。我最近新学了一个特调，特别好喝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不用。要不还是我来做吧。时温平时只喝我做的咖啡。你今天怎么要中邪了？那你可以只喝我做的咖啡吗？没事儿，那个刚好要过期了。哎，我提议咱们明天出去野餐吧，怎么样？沈南，都摆好了，那你去抓2条鱼去吧。行。时温，你过来帮我生火。好。哎呀，
哎呀，洗干净啊！热吗？热啊。很暖，那我就会会你。五花肉还是两碗饭？那是五花肉。嗯。哎，这是我为大家熬的高中时代回忆汤，快尝尝，快尝尝！我先干为敬啊！哎，还不错哎，挺好喝的。可以啊。手艺没变。这肉也好好吃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。我先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哎呦，哎呦！怎么了？笑这么开心？你这同学挺有意思，他从小就这样。小样，这披萨你做的？还跟我斗？太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尝尝，老好吃了。我也要一块。嗯，你少吃点吧，好好吃。我弄一块。石温，石温，石温，我知道我来晚了，但是我。对不起啊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合适的人，也会对你很好的人。我还是觉得我们做朋友比较合适，而且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行，那抱一个。别装了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真可爱。沈南，怎么了？感觉你今天怪怪的呢。
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？没怎么，就是觉得有点累而已。哎呀，怎么这就走了？都还没聚够呢。谁走啊？杜泽呗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的。他走干嘛？舒文不是已经接受他了吗？我没接受他。说。决赛什么时候啊？大概2周以后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现在离你出车祸还有1个月，只要保证你那天没事儿，应该就没事儿了。舒文，你知道吗？人这一生能守护的人寥寥无几，而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恰好也在他身边。这种概率小之又小，如此幸运的事情，已经在我身上发生2次了。那，你为什么守护我？如果你想要一个理由的话，那就是是什么？是遗憾吧？就像恋人或者朋友之间都认为的那种，在彼此相遇的时候，没有好好珍惜对方，于是后面总是充满遗憾。那，你对我的遗憾是朋友，还是恋人？时时刻刻都不会放手。I want to kiss you, I can't wait to embrace again， 长长久久在你的身后。你这个戒指挺特别的啊，
特别吧？你知道这个戒指的故事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叫做永恒戒，听说是之前有个人鱼和渔夫相恋的时候，因为人鱼无法辨认渔夫的长相，所以呢就送给他了这枚永恒戒，意味着只要你的爱人戴上这枚戒指，就能永远的陪在你身边。那你这个戒指在哪儿买的呀？买？你这个可买不到，你得去渔村里面去找，因为它太特别了，一般渔民都不会卖的。你要卖给谁呀？我谁也不买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就告诉我呗。行，那我告诉你。如果是他误会了，怎么办呢？不，我的第六感一切从准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早啊，快去洗漱吃早饭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吃饭啊！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吃啊！舒恩，你知道吗？据说踩着一个人影子，他就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有个傻子告诉我的。哦，看来你跟那个傻子关系很好。对呀，但和你很像。哪里像了？我就这么不特别吗？长得像啊，声音也像啊，反正就是都很像。那你去找他吧。我已经踩到你影子了。我才不要永远留在你身边！我才不要永远留在你身边！我已经踩到你影子，你以后只能留在我身边。我已经踩到你影子，以后就永远在我身边。沈南，我现在突然开始期待起冬天了。我记得，你好像不太喜欢冬天啊。对啊，因为以前的冬天没有我想要的东西，但是现在这个冬天，我有了。
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咱们的水上大赛要开始了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哎呀，别他妈亲爱的朋友们 ，I'm back。杜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在隔壁这玩几天，就过来找你们玩啦。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我们在聊未来想做什么。我哥呢，以后想做音乐家；石温呢，石温就不用说了，以后肯定要当大画家的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咱们就提前祝石温成功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谢谢，干杯！干杯！那你呢，沈南？未来有什么打算呀？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吗？我啊，我其实是个牙医，但是最近收到了医院通知，因为前段时间我举报了某些人不法的行为，现在要我回去复职。但是我延期了1个月复职，因为我想在这个地方好好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那你超厉害啊，沈南哥！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好人有好报的。哎，那咱们以后在城里是不是也有个人脉了呀？哦，人脉哥，人脉哥，哎，千万别叫唤我了。那咱们再来一杯啊！就恭喜沈南成功复职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不然咱们来玩游戏吧。嗯，好啊，玩吗？真相大冒险。好，可以。那咱们亲一下吧。输桌子啊！来，那我先转了啊。好，来，1。哦，杜泽，你可真会钻。我来问，我来问，嗯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。那在座的有没有你喜欢的人啊？有2个。什么？啊？谁呀？谁？想知道呀？哎，那是第2个问题。没意思。那到我了。哎，石温，那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？真心话。哎，真心话玩过了，你玩大冒险吧。好吧。那我出题。沈南和我，你选一个亲。什么？啊？既然是惩罚，那就来吧。亲呀，亲。亲一个，来嘛，来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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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喂，好，我这就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下次见。哎呀，真没劲呀！这大哥还不是选我呢。啊？对呀，都走了呀，是不是？咱们继续玩吧。
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行了，对不起啊，我有急事。你怎么没有回房间睡觉啊？我担心你。申南，我想问。别说话了，让我在你这里充充电。你是要走了吗？我这是去工作了，也不是不回来了。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为了你的比赛，我延迟了1个月复职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怎么了？我要赢得绘画比赛的冠军，也许这样，我就能去你的城市工作了。画的真好。等比赛结束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哦，是吗？什么话呀？结束了再告诉你。这是预兆吗？我不管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。千万别错过了10万的比赛国幕时间啊！喂，沈南，我赢了，我得了绘画比赛的冠军。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根本不可能做到。恭喜你，喜文，太好了！我一直都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等我，我现在过去找你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我去找你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不要动，你是在原地等我，你等我，我要去找你，你千万不……说，喂。师傅，开快点！舒安，舒安，舒安。
你怎么了？担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。什么事情？对了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沈南，我喜欢你。